第四个啊，就是第四个是那个前除争夺恶梦而赞叹，就是前除这个争夺恶梦而赞叹。敌逆天王所敬慕，天人非人先易之，披甲欢喜至为德，前除争夺与恶梦。那么就刚才就是这个呢，就是叫做是天王缩尽母，就是或者说是大白三盖母，就是也可以叫这个大白三盖母啊，就是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杜牧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发声角度看呢，就是他是那个普贤，就是普贤父母啊，就是普贤父母。然后从这个报身这个上面呢，就是他也可以成为这个金刚亥母或者是金刚这个瑜伽母。然后从化身层面呢，就是显现为这个妙音天女啊，就是当就是世间的很多女性这个天女啊，就是这个吉祥天女啊、妙音天女啊，就是当一切这个女性的。因此呢，我们这个祈祷的这个杜牧的本体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个法报法身是无二无别的。那么这样的这个白三盖啊，就是白三盖这个就是这个杜牧呢，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个天王，就是像地释天呐、大自在天呐，以及这个什么边入天呐，就是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些天王呢，就是没有一个不恭敬的，就是都是像天王的恭敬的话呢，那人王就更不用说了，这什么国家主席啊、总统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总理啊，就是然后国王啊，就是这些都是应该就是像这个杜牧帝尼啊，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首相呢，我觉得是他们应该就是像天界的天王都要帝尼的话，那就更何况说是我们这个人间的，就人间的其实是这个即使一个人头，应该就是也没有什么吧，就是应该是这样想的。还有这个天人啊，就是这个天人和这个世间当中还有什么山神啊、河神啊这个宿神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神啊，还有这个废人，就是包括一些阿修罗还有一些这个夜叉，就是罗刹就是恶鬼等等，就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都没有一个不恭敬的，都没有一个不义之的。所以，当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些就是世间当中，就是不管是你觉得是这是一种恐怖的这种这个现象啊，就在这个时候你马上要这个祈祷度末，就是有这样的话呢，那么世间的一切的这种鬼神和非人和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什么这个灵魂呐，就各种附体呀，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有些这个说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非人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以这个干扰啊。以前有些人经常说是有附体，我都经常跟他们就是建议让他们念这个杜牧心咒啊，让杜牧心咒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遣除一些非人的这个危害，就是甚至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可能做的这个噩梦啊，就是或者说是就身心就是不愉快，这些都是通过杜牧就是可以这个遣除的。也就是说呢，就是披上这样的这个铠甲，就是披上什么样的铠甲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经常这个观想，就是杜牧的身相的，就是这个心里的这样的，就是披上铠甲。还有呢，就是口里面呢，就是经常念诵21杜牧章，或者说是念他的咒语的，就是这样的这个铠甲。如果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对这个杜牧法门的这个欢喜心，对杜牧法门的这个信心，对杜牧法门的这个恭敬心啊，以这个为得你的话呢，就是能这个遣除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么这个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是人与人之间，甚至的话呢，就是这一家和我一家之间，就是然后道友与道友之间呢，有时候是我们这个人呢，心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产生一些非人的这种这个危害的话呢，就经常呢就是看不惯这个，经常看不惯那个，就是包括我们学佛法的一些出家人也好，有些居士的话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故意，就是有些事情呢，心就是根本就是不和，就表面上就是可以这个就是笑一笑，就是但是笑的话呢，就是如根本没有笑，就是然后就没有笑啊，就是没有笑，就是内在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话呢，都可以看出来，就这是一种这个小战争啊，就是小战争呢是家庭的战争，就是大战争的话呢就是东西方国家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很多人在家人的话，家里也是有类似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当中，就是完全已经这个失败了、牺牲了，就是也有这样的。
那还有呢，就是做的这个噩梦啊，就是晚上这个做噩梦的话呢，就是有各种原因吧，就是有些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四大不调，就是身体这个不适而这个造成的，有些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冤家债主啊，或者是一些非人的这种危害啊，就是其实这些呢就是通过度母啊。就是来可以这个缓解或者是消除，就是因此我们有个别的道友呢，经常也认为啊，我昨天就做了噩梦，就是这个梦呢，就是可能很不好的，我看怎么办呢？那最好是你念度母这个祈祷的话呢，即使是它是不好的这个征兆，但是呢，也依靠这个度母的这种迅速的加持力呢，全部都是可以这个就是全部可以这个孝敬的。所以呢，就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事件当中来讲，也是经常就是战争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发生。通过这个念度母的这个法门呢，就是然后呢，祈祷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平息，就是得到这个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像实践人那样的话呢，他是也获得胜利的。就以前那个印度这个摩羯国就是当时呢，就是有两个国王之间就是战争很多年，就是一个国王呢，就是叫做是好像古米扎国王吧，就是一个叫古米扎国王，还有呢就是一个国王叫做阿修格就是阿修格，他们两个战争很多年了，但是阿修格的这个不管是军事力量也好，他的武器也好，势力也好，各方面的是应该胜过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古米扎国王，就是古米扎国王。后来呢，就觉得是他应该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暂时有一些放松的这个情况。后来这个古米扎国王呢，就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所有的这个军队，所有的这些就是什么这个将军和所有的这个士兵的话呢，就是他们一起就是开发会，就是共修7天，就是念这个度母然后念呢这个。总共的数呢，就是念10万遍21战度母就是以前的那个印度军队呢，就是他是也有这样的。然后呢就开始第二次就是进行交战，就第二次进行交战的时候呢就是让对方看见就是这个古米扎国王的这个势力呢，就是完全就不像这个以前一样的，就是已经超过了。而且的话呢，他正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出现很多很多的穿着这个黑色衣服的一些这个女战士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出来就进行对他们这个交战而且呢，就整个这个面孔也是这种愤怒相，就是特别可怕的。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些这个士兵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对抗他们，就是最后就是获得这个失败就是失败。所以呢你们这个以后可能就是这种当然这种这个心态的话呢，也许是可能超度的心态有没有不知道，历史上是这样的但没有的话呢，一般来讲度母呢就是害是不会害众生吧，就是不会害的，但是他的事业是非常非常这个迅速的。有时候的话呢只要是虔诚的对他祈祷的时候呢，即使是这个是坏事，但有时候也会就是帮助你的。以前那个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印度有一个这个小乘比丘就是这个小乘比丘的话呢，就是他对大乘这个佛教呢，就是特别不满，就是经常呢就是烧坏一些那个大乘的佛经，就是甚至呢就是诽谤这个密宗后来就是当地的国王呢，就是发现就是这个比丘呢，就是特别就是不合理，就是然后呢就是准备来就是抓他，准备来抓他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小乘比丘呢，就是经常看到的有一个度母的这个石像，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有点害怕，就是马上呢就是祈祷这个度母就是祈祷度母，然后呢就是度母就先生告诉他，就是就旁边就是他的这个度母像的旁边的话呢，就是有个特别小小的，就是像碗那么大的炕就是要求他就是进到那面去，然后他自己呢就觉得说我身体那么大，就是一个大比丘，怎么会是进到这个里面？但不知不觉就是因为就是那些人马上来抓他，就是结果呢就是他就一向就是进去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躲在里面了，然后呢就面了这个灾难。从此之后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对这个度母法门就是非常有这个信心的。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来的话呢，好像是这个就是诽谤大乘佛法的一个恶人的话呢，就是度母也帮助他，但实际上呢。就是只要这个祈祷他的时候呢，就是他无气的一种元气，就是会暂时呢，就是帮助他。究竟呢，就是慢慢，就是你也会可能就是苏醒过来，就是你对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呢，会有这种忏悔的这个信念吧，就是忏悔的信念。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噩梦也好，就是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
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就是立即就是祈祷，就是度母祈祷度母。以前我都是在放牦牛的时候，经常就有时候是牦牛找不到的时候，也是这个祈祷，就是度母就凡事就是有时候呢自己觉得是很惭愧，这么小的事情让度母就是度母这个麻烦的，但有时候呢就是自己心里面特别这个着急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有这种这个习惯，确实是加持也是机器的这个殊胜，就是所以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像如果就是有些事情呢，就是没有这个得以实现的话呢，也不能这个生懈见，就是应该是自己这个前世因为度母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前世造的有些这个业就一定要陈述在你身上的个别特殊的业的话呢，那么就是不要说这个度母就是谁都是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因果已经这个完全定性了。但是只要有一些挽救的机会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他的这种这个事业，尤其是我们要就是祈祷，就是非常强烈的信心来祈祷。就像我们原来讲过这个什么这个7句祈祷文的时候呢，就是看你自己就是有没有什么这个感应比如说你祈祷的过程当中，你祈祷度母也好，祈祷莲花生大师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是特别就是有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感受对他升起极大的这种信心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对方呢就是也会感动的。就如果你自己呢就是好像边打瞌睡就是边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凡是就是边念这个我们大力的大力的来说，我们大力的大力的来说，我们大力的大力的来说。那这种这个心态呢，就是能不能这个当然是有功的，就是这个是肯定有的，就是功德肯定有的。但是这个有时候呢，我们这个对这个本尊的这个修法的话，那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和一些心态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